今日我會用我自身操練10年同埋6年嚟教過幾百位學員嘅心得同埋經驗，整合出一個最完整同埋最實用嘅新手指南，幫你由零開始，用系統化嘅方法一步步練出線條、力量同埋對身體嘅控制。如果當年嘅我能夠睇到呢段片，應該係可以慳翻幾年嘅時間。所以如果你真係想有效率咁靠徒手嚟變強，就記住要睇到最後。呢段片會主要分為3個部分：一、基礎動作介紹；二、課表編排；三、總結同埋常見疑問。大家好，我係威，運動科學碩士，徒手健身教練。我哋 Get Go 嘅使命好簡單，希望令更加多嘅人認識同埋接觸 Calisthenics 徒手健身，變得更加專注同埋有力量。如果你都認同我哋嘅 vision 同埋對徒手健身有興趣，就記住追蹤我哋嘅 IG 同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。好，事不宜遲，我哋就去片啦 ，Let's go！嚟到第一部分，基礎動作介紹。對零底子嘅新手嚟講，我會建議先掌握以下8個基礎嘅發力模式，佢哋都係能夠一次過鍛鍊幾個肌群嘅多關節複合動作，性價比高。只要將佢哋練得紮實，不論係身形、力量同埋控制，都會有一定嘅根基。日後練進階動作就會更加順手同埋安全。以下我會逐一介紹佢哋，講解每個發力模式嘅細節特點，主要動用到嘅肌群同埋相應適合新手嘅練習。第一個基礎發力模式就係垂直拉，我哋會上往下咁拉。呢個發力模式最主要就會動用到我哋嘅背部肌群，其次就係二頭肌。而垂直拉最簡單嘅變化就係雙腳輔助引體，再難啲嘅變化就係拉力帶輔助引體，最後最難嘅就係完整嘅引體上升。第二個發力模式就係水平拉，我哋會前往後咁拉，而同前者一樣，水平拉最主要就會鍛鍊到我哋嘅背肌同埋二頭肌。呢度額外補充多少少，對比起垂直拉，水平拉係更加集中練到背脊中間嘅部分。水平拉最簡單嘅變化就係身體近乎垂直嘅斜身引體，難少少嘅變化就係身體同地面成45度嘅斜身引體，再難啲就係身體幾近水平嘅斜身引體，而最難就係前水平臀身引體。第三個發力模式就係垂直上推，我哋會由下往上咁推。呢個發力模式最主要會動用到前膊，其次就係三頭肌。垂直上推最簡單嘅變化就係墊高手嘅矛式掌上壓，難少少嘅係平地嘅矛式掌上壓，最後最難嘅就係墊高腳嘅矛式掌上壓。而第四個發力模式就係水平推，我哋會由後往前咁推，而呢個發力模式最主要會用到胸肌、膊頭同埋三頭肌。水平推最簡單嘅變化就係膝上壓，難少少嘅係標準掌上壓，再難啲會係吊環掌上壓，最後最難嘅就係反手吊環掌上壓。第五個發力模式就係垂直下推，我哋會由上往下咁推。呢個發力模式同樣最主要會用到胸肌、膊頭同埋三頭肌。垂直下推最簡單嘅變化就係雙腳輔助嘅 dips， 難少少嘅係拉力帶輔助 dips， 再難啲嘅係自重 dips， 最後最難嘅就係吊環 dips。第六個發力模式就係提腿，我哋會將雙腳往身體嘅方向對接，而呢個發力模式最主要會用到腹肌同埋髖屈肌。提腿最簡單嘅變化就係仰臥提腿，難少少嘅係雙槓提膝，再難啲就係雙槓提腿。第七個發力模式就係下蹲，我哋會由上往下咁蹲，動作主要會由四頭肌主導，而下蹲最簡單嘅變化就係自重嘅深蹲，難少少嘅變化係深蹲跳，最難嘅就係單腳深蹲。最後一個發力模式就係箭步蹲，我哋會前後分腳，然後上往下咁蹲，動作主要會由四頭肌同埋臀部共同主導。而箭步蹲最簡單嘅變化就係自重嘅弓箭步，難少少嘅變化就係保加利亞分腿蹲，最後最難嘅就係保加利亞分腿蹲跳。嚟到第二部分，課表編排。根據上面介紹嘅8個基礎發力模式，我設計咗一個高效同埋系統化嘅訓練課表俾大家。課表會採用 full body workout 嘅做法，意思就係每一次訓練我哋都會練晒全身。我哋會將訓練日分成全身訓練 A 同埋全身訓練 B， 每星期練2至3日。例如我哋可以練星期2同埋星期5，或者係星期2、星期4同埋星期6。而以下就係 full body workout A 嘅內容。我哋會先做拉力帶
輔助 dips 3至5組5至7下，組間唞2分鐘。第二個動作就係拉力帶輔助引體3至5組5至7下，組間都係唞2分鐘。如是者，直到我哋完成埋斜拉。而以下就係 Full Body Workout B 嘅內容，大家可以 cap 圖之後再拎嚟參考。如大家所見，呢個課表係有齊8個基礎發力模式，大家可以因應自己嘅肌力而去替換動作。例如全身訓練 A 嘅拉力帶輔助引體對你嚟講係太難，咁就可以換上同樣都係垂直拉嘅雙腳輔助引體。如果全身訓練 B 嘅弓步太易，咁就可以換上同樣都係箭步樽類嘅保加利亞分腿樽。而以下就係2個關於執行課表嘅重點原則：一、訓練強度要保守，尤其係先前零訓練經驗嘅新手，建議組數只攞最低嘅建議數量。例如訓練 A 嘅引體建議組數係3到5組，咁你就可以先做3組，同埋下數唔好咁接近力竭，平均做剩2至3下就最理想。即係假設你盡全力可以做到8下 dips， 咁你做到6下暫停就可以。原因就有以下2個：一、做到太接近力竭係好易炒方，長遠好容易建立不良嘅發力習慣；二、對新手嚟講，離力竭1至3下對比起完全力竭，對身體造成嘅刺激係差唔多，所以做到組力竭係未必有額外嘅好處，只會增加我哋受傷嘅風險。簡而言之，就係要保守處理訓練嘅強度，隨時間嘅推移，先再慢慢增加難度。原則2：漸進性超負荷。簡單咁講，就係隨住時間推移，訓練都要慢慢變難，迫使身體去適應同埋變強。而要令訓練變難，達至漸進性超負荷，主要可以透過以下4種方法。方法1：改善動作嘅質量。例如呢個 workout 你掌上壓做到6下一組，但係幅度就差緊少少，胸口掂唔到落地。咁下個 workout 就嘗試落深啲，落到胸口掂地。方法2：增加下數。例如呢個 workout 你掌上壓做到3組6下，咁下個 workout 就可以試下做1組7下，2組6下。方法3：增加動作嘅強度。例如標準嘅掌上壓你已經有能力做到3組12下，過咗6至12下呢個範圍，咁下個 workout 你就可以嘗試將動作換成更加難嘅吊環掌上壓，由3組6下重新做起。方法4：增加組數。例如掌上壓你呢個 workout 做3組6下，下個 workout 就可以做4組6下。而注意，以上介紹嘅方法係有先後次序。方法1係最優先，建議大家先以改善動作質量嚟達至漸進性超負荷。做好咗質量就可以考慮方法2，增加做嘅下數。而當做過咗某個特定嘅下數，就可以考慮方法3，靠換動作嚟增加動作嘅強度。而最後嘅方法4係要小心使用，因為對比起方法1去到方法3，加一組對身體造成嘅負荷係最大。而為咗避免回復唔切，係唔建議大家加得太過頻密。而如果你真係想加組數，就建議每次都只係加一組，隨後就再觀察1到2個星期，確保身體係應付得到，先再次增加組數。由於新手仲享有新手紅利，進步係比較快，我哋嘅目標就係訓練同埋訓練之間都能夠做到少少漸進性超負荷。而以下就係一個具體嘅例子，例如我第一個 workout 會用25kg 嘅拉力帶輔助做 dips， 做3組5下；第二個 workout 做3組6下；第三個 workout 做3組7下。而去到第4個 workout 就會換一條幼啲嘅拉力帶，將磅數由25kg 換成15kg。由3組5下重新做起，如是者一路循序漸進咁樣增加訓練嘅強度，日子有功，隨住訓練變難，你嘅肌力亦都會變得越嚟越強。當你有日發現自己能夠一口氣做到10下引體同埋15下 dips， 恭喜你，你已經成功從新手村畢業，可以開始挑戰簡單嘅徒手專項動作，例如係倒立、muscle up 同埋 back lever。而以上嘅動作，我哋過往都做過教學，連結我就放咗喺資訊欄嗰度，大家有興趣可以參考一下。嚟到最後一部分總結同埋補充，最後我想分享一個對新手嚟講係極重要嘅觀點，能夠長期執行先係課表設計最重要嘅元素，沒有之一。假如你冇辦法長期執行一個課表，即使設計再有效，再天花龍鳳，其實都係冇用。所以上邊嘅建議課表同埋執行原則，大前提就係你能夠持續執行。假
如實際上你時間只係容許1星期練2日，咁練2日就 OK，唔使特登要練4日。又或者暫時你真係對下身訓練冇興趣，咁都可以練住上身先，養成咗習慣，日後再加翻下身，其實都未遲。以我自己為例，我練咗將近10年，其實都係近呢2-3年先開始恒常練下身。最後就係一啲常見嘅問題同埋額外補充。問題1，呢個課表可以用到幾時？當出現以下2種情況，你就可以考慮換課表。情況1，當你練到有能力一口氣完成10下引體同埋20下 dips， 你就可以考慮換進階啲嘅課表，加入專項動作或者係開始負重，或者係你連續1-2個星期都做唔到漸進性超負荷，進入咗平台期，都係時候可以考慮更換課表。常見問題2，需唔需要配合飲食？答案係需要嘅。訓練、營養同埋回復可以話係增肌變強嘅鐵三角。有關營養同回復，我喺上段 YouTube video 都詳細講解過，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睇翻，連結我放咗喺資訊欄。常見問題3，過重嘅朋友適唔適合呢個課表？絕對係適合嘅。經驗之談就係，即使你係比較重，其實都有能力由最低階嘅練習做起，慢慢變強。而我哋都有指導過接近100公斤嘅客人，佢哋都成功靠徒手增肌減脂。喺新手期嗰陣，其實減脂同埋增肌兩者係可以同時進行，並冇衝突，只係飲食上係需要更加注重。最後，如果你唔想自己亂試，想進步快啲，就歡迎參加我哋嘅團體訓練班同埋私人訓練班。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點擊置頂嘅留言，填妥登記表格，名額有限，有唔少嘅時段都滿咗。如果你想快啲開始，就記住要盡早行動。好，今日嘅影片就去到呢度，大家好好練，See you，拜拜。